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把衣服穿上。你的眼睛是用来摆设的吗？你还吐！我只当你粗俗，没想到还如此霸道。我换个衣服与你何干啊？与我有关，反正你就不能在我面前换衣服。你先把衣服穿上。你不许换了！你一个男汉子家的成何体统？你怎么可以这样的？哪里这种人？这不我同意吗？你快把衣服给我穿上！不要指我！再不穿啊！天哪，他身材真好！啊，你干嘛？你快起来！你还不起来？你怎么一直躺着？你在做什么？你还不起来？你躺着什么意思？是你压着我，让我如何起来？周流氓！无理取闹！多谢老大。来来，让我好好看看我的床。还说我是流氓，简直不可理喻！任依依，清醒点，清醒点，清醒点！你是男子，你是男子！啊！唐九华，蝶衣，你不是应该走！去哪儿啊？蝶衣，你慢点，蝶衣。怎么了？我要退学。是不是那个杨子安欺负你了？你干嘛？你还吐！他敢？没有就好。他要是敢欺负你的话，告诉我，我帮你收拾他。本来就是你逼着我来这儿的，现在就要与男子同住，还是那个臭豆腐，你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蝶衣，你快进去添一件衣裳吧，这外面风大，别着凉了。对呀，我可以装病退学，这样唐九华也拿我没办法。蝶衣，你笑什么呀？这宿舍是2人一间啊！好像咱俩一间啊？不是，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住了，可否一个人一间？这里可不比你们自己家，都是2人一间，而且按照制度会1学期1轮换。不行！哎，蝶衣，算了，这1人一间看来是不太可能了，不如你我一间。想得美！那不然你难道想跟别的男人一间？真是有缘呐。博士，如果2人一间的话，我可否与唐九华一间？这怎么行？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吵什么吵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都不知道了吗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国子监派来的祭酒助教，同时也是管理诸位的学子长。不要以为在考试中拔得了头筹，就不可一试。学子们的宿舍安排是早已决定好的，来到这里是让大家好好读书、报效国家的，不是让大家来享福的。沈蝶衣带头违纪，扣学分。沈学子，不要固执了，你们每个人只有100学分，学分扣完是会被开除的。开除？有这么好的事情？你们要扣就扣吧，反正我不愿意2个人一间，我只能1个人一间。你们既然这样，那就把我分扣完，有本事扣完你就全扣了。我也觉得他们安排太过分了，不如你我一起退学，我们回去上进。九花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还是以学业为主，从长计议。沈蝶衣和杨子安是同一间吧？这样好啊，2个不相上下的人同处一室，可以相互勉励，互相督促。希望你们2人能够好好相处，共同进步啊！主教，我与蝶衣自幼相识，若我们能同住，彼此还能有个照应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房间安排早已决定，岂是你等说改就改的？主教，难道
你也想被扣学分吗？第一，我看杨子安这人为人孤傲，应该不是多管闲事之人。不如我们先妥协，之后我再想办法。幸免是你了。还不都是因为你？那我也是为了我们。别说了。好，大家都安静，下面听我的安排。杨子安、沈蝶衣，东厢子房；唐九华、白少谦，东厢丑房。丑房？本公子住丑房？不是。哎，挺丑的，丑挺好的，丑挺好。李新远、独孤暮雪，东厢银房；王招财、王进宝，东厢卯房。各位学子今日可以参观学馆，和新同学互相认识认识。明日咱们正式开课，大家领完被褥和衣物，便可自行活动了。蝶衣，这学馆的衣服这么难看，色彩还单调，怎么穿啊？扣完学分就可以被开除，那这样算起来还是有希望的。走吧。不错，该风水属于上级，有利于学业。但根据我的命格，此屋缺东南角，不利人际。独孤学子，难道真如卦象所言？我得在东南角摆些花草才行。丑，蝶衣，我到了，你有事跟我说。哎呀，唐学子，你好。你好。唐学子，我已经为你铺好了，你来我这儿吧。这床是为我铺的？正是，你叫我小白就是。小白？大家同在上一馆上学，唐学子学识高，家世好，还是唐大人的独子，这是我们普通人都比不上的。以后在上一馆，还希望唐学子多多照应啊。那是自然，同在学馆照应是应该的。那以后我能叫你老大吗？老大？这恐怕不太合适吧。若是唐学子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呦，季九啊！季九，沈学子，你怎么弄得如此狼狈啊？季九，我恐怕是要退学了。你才来第1天，为何要退学呀？我这个手网刚刚摔断了，我以后都无法提笔写字了。摔断了？我真是辜负了陛下还有季九博士对我的厚爱，我也觉得非常惋惜，但是只能劳烦季九答应我的退学申请了。既然摔断了，那得赶紧看看啊！来呀，快请学馆的义工来，来，给沈学子检查检查。不用了，就不麻烦别人了。我命苦，我就没有在上一馆待的福气。季九，我认了，你就答应我吧。那怎么能行啊？你可是陛下亲封的上一馆的头名啊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要是让陛下知道了，肯定会责怪我的。你呀，先在这儿休息，不要多想啊。义工马上就来了。来，我先扶你起来。不用！季九，你看，被你这一扶好了，真是神奇啊！季九，我还能拍手呢，季九。我又能上学了，真是开心呢。我回去庆祝了。多谢季九，多谢。
我告辞了，告辞告辞。雕虫小技。蝶衣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啊？你这怎么了？别难过了，我听说今晚可以不住这里，我们先回唐府。房间的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啊。唉，蝶衣，蝶衣，你这衣服怎么样？让祭酒碰见你就完了。学馆只规定了要穿统一下发的学子服，又没有规定不能改款式。你看，我这稍微一改，多好看啊！你太有才了吧！嘿，走。等等，你帮我拽一下。爷爷，你这衣服改成这样子真的合适吗？合适，挺好的呀。哇，人这么多呀，该不会没位置了吧？老大在这儿。老大，沈学子，这就一个位置啊。小白，要不你再去找个位置，把你的位置让给蝶衣。老大不行啊，这儿有个规矩，座位和宿舍的编排一样，同宿舍的就坐一张桌子。老大，你看写着名字的。什么规矩？这儿有名字呢。哎，好了，你坐这儿吧，我找我的去。啊，蝶衣，老大你就坐这儿嘛。这个姓特别多，我姓李，我名贵祥，谁？哎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哎，各位，你们都知道今天教我们这节课的博士是什么人吗？能是谁呀？不就是个教书的吗？哎，他可曾是国子监最厉害的吴博士，从来不苟言笑，被国子监的学子称为黑面神。哎呀，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那我的扣分计划又可以实施了。看过吗？衣冠不整。要你管？博士，坐吧。今天是你们进入上一馆的第一堂课。这堂课，我们不讲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也不讲历法算学。我只需要你们用这个勺子喝到碗里的水。喝水？这太简单了吧？就是博士，开学第一天叫我们喝水，什么意思呀？大家不要以为喝水简单，这喝水是有要求的，身体的任何部位不能碰到碗，只能用勺子舀水喝，而手则必须握住勺柄的最末端，不能移动。不会吧，博士，这怎么可能喝得到啊？对呀，博士，你这要求也太苛刻了吧？大家考虑一下，现在开始。这根本够不着啊！看我的，快扣到了，快！不行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别！不准折断勺柄，你这是违规。本堂课下课之前喝到水的同学加50分。沈蝶衣、唐九华，
你二人损坏校服，衣冠不整，违反学规，扣10分。不是，这校规上面也没有明文规定啊，这不公平。再给我顶嘴，再扣20分。你们还有时间看别人吗？是不是给你们的时间太多了？还是不行，就差一点，我跟你说了，就再试试。真是便宜你。彼此彼此，你们二人入学考试的成绩名列前茅，你们想没想到喝水的办法呀？想到了。那给我们展示一下。哎，对呀，要求里没说不能喂别人喝水啊。老大，这么简单的办法，这么聪明的你怎么没想到？这么简单的办法不符合我的风格，我不屑于。喝不喝？手都酸了。虽然你们二人想到了破解之法，但我说过，这喝到水才算过关。你这人太甚了吧！你干嘛老盯着我啊？是谁盯着谁啊？你不盯着我，怎么知道我盯着你？无理取闹啊！对，手酸了，怎么样？虽然你们二人想到了破解之法，但你们的举动却与我的初衷背道相驰。这学分，我是不能给你们加了。你们来到上艺馆，要学的第一课，不是如何读书，如何骑马射箭、算题推演，而是团结互助。你们来自大域不同的地方，你们门第不同，生活习性也不同，而未来的4年，你们却要同吃穿、同学艺、共克难关。以后，你们甚至要一起共御外敌。你们将是朝堂的同僚，战场的战友。你们要一起为苍生谋福，为君主尽忠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你们中的许多人会成为彼此今生的挚友。如果你们不明白团结协助的力量，你们就不配做上艺馆的学生。你们好好思量。没声音，该不会是杨子安发现地里的女子之身之后欺负他？哎呀，打死他！杨子安，你个畜生！毕竟第一天2个人在一起尴尬没有声音也是很正常的嘛。
万一要真的是我想的那样，到时候就追悔莫及了。不行，我这样冲进去，万一没有什么事情，敌意会觉得我有窥视之嫌的。哎。小白，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老大，我今天晚上先出去睡，我出去睡。哎，神经病！独孤学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拿筷子。锁门。杨学子，白学子，这么晚的在干什么呢？这上艺馆的学子还真是奇特，大半夜都不愿意回宿舍睡觉。哎，独孤学子应该也不愿意回来了，睡觉。今日诸事顺利。白学子，小白，小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天亮了。明明诸事不顺，看来又算错了。小弟，睡得好不好啊？看你绿的。喵，怎么搬回来了？管好你自己。我也想管好我自己。你以为我想来这破地方，还不是被逼的？不想来你大可以走啊。走就走。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啊？偏不。若不是吴博士谆谆教诲，我又怎会对你百般隐忍，自己搬去无涯店歇息？百般隐忍，彼此彼此吧。那你想怎样？既然我们俩都不想共处一室，那不如这样。每天呢，谁晚归，谁就搬去无涯店，敢不敢呢？你莫要后悔。君子呢，一言既出。别少赖就行。怕了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小拇指就怕了？哎，蝶衣，你等等我。蝶衣，蝶衣，蝶衣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我担心了你一整夜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昨天没有在宿舍住，可能不屑我，去无涯店住了。哎，那太好了，他最后以后都住无涯店，这样你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你不懂啊，战争才刚刚开始。各位学子，今天咱们要讨论的题目就是什么叫做胜利。博士，学子以为胜利就是指比赛的最终结果，与过程无关。我不这么认为，胜利还是很看重过程。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，那么胜利就毫无意义。既然是比赛，就有输有赢，不然为什么要分输赢呢？
我先拿的，松手。讲不讲道理？放手！我先拿的，先拿的，我先拿的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可以散学了。谢谢博士。谁晚归，谁就搬去无涯店。不问去了，沈学子，我一直钦佩你的各种新想法，不知道是从何处啊？嗨，这个事情呢，你就多换换视角，吃吃百家饭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我有时间详细给你道来。第一，唐九华，你又在搞什么鬼啊？我要是说我在这里想抓只鸟，你信吗？鸟？不对，沈学子，这件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唐学子肯定有他自己的苦衷，我们一定要赶紧告诉祭酒，让他主持公道，严惩歹徒。没错没错，咱们赶紧走。苦衷你个头啊！啊，回来，先把我救出去行不行？我都快不能呼吸了。哦，对。啊！心远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很显然，心远啊爱吃肉。你们别管我，你们快吃啊！心远，来，把我的肉吃了吧。我的也给你。独孤学子，快吃！你们这样不太好吧？上艺馆是读书之地，你们那些在家里养成的娇惯陋习，最好赶紧改掉。杨学子所言极是，但是来上艺馆还尚未习惯。但是此等陋习，我一定会慢慢改掉的。什么娇惯陋习啊？杨子安，你说话未免太过了吧？心远只是爱吃肉，哪有你说那么不堪啊？就是，怎么说话了？你不是对黑面神的谆谆教诲特别有感触吗？现在怎么不知道团结协作了？心远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，需要慢慢改。你可以好好跟心远说，这么刻薄，怪不得没朋友。哼，如果讲真话就没有朋友，那这样的朋友，我不要也罢。啊！大家不要吵，大家不要吵，此事都因我而起，冷静，冷静。等等，满嘴的大道理，也不知道解决问题。我今天就教教你。等着。哎，沈学子，你怎么跑厨房来了？这饭菜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哎，这地方油烟大，弄你一身油烟味儿。你快离开吧。张大婶，你要干什么你？你别误会，只想借你厨房一用。你借我厨房干什么？今天就让我露一手，我要让那个臭豆腐知道什么是厨艺。
差不多了，也就一般般吧。哈哈哈哈。哎，别这样，就夸两句就好了，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正好吃。这是能吃，没放盐呢。是填个肚子。这什么呀？哎，这哇，专业问一下，什么？看着挺好吃的。来，来，我尝一下，给我尝尝吧。不错啊，来块，让我尝，让我尝一下，我也尝尝。这味道真的好香啊！不过沈学子，这些菜都是素菜，怎么会有肉味？不过是用素菜做的素鸡、素火腿、素烧鹅罢了。罢了。你看不上我这些，那你说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啊？太挑剔了，可不是嘛，可能做不出来的。用素菜做成肉的味道，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骗人的小把戏，不入流的江湖招数。你说谁骗人呢？你们别吵了，这样不好。杨子安，你必须对你的言行负责，道歉。我若不道歉，那如何？你必须道歉。此事我无错，不必道歉。我看真有陋习的人是你吧？骄傲自大，不近人情，父母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你给我住口！不许说我父亲。你说我无礼，无礼的是你吧？你都没有吃我的菜，你凭什么评论我？凭什么说我是骗子？不可理喻！你给我站住！说清楚！放手！给我放手！你。可惜了，这还没吃完呢，这不是啊，太浪费了。这怎么弄的？第一，你们是吧？杨子安，胡闹！若不是有学子向我汇报说锄禾店有人斗殴，我还真不相信你们会闹到如此地步。肇事者，自己站出来吧。此事皆因我而起，若要惩罚，我一人承担便是。是你带头闹事，引起学子争斗，你说我该如何罚你？助教，第一，并没有打架斗殴，只是一场误会而已。哦，原来另一个肇事者就是你啊！打架斗殴，今日之事，我会禀报祭酒，恐怕今日就是你们二人在上医馆的最后一天了。你只是祭酒助教，可以惩罚学子，但无权开除学子。爹，你帮他出什么头啊？你怎知我无权呢？杨助教，今日之事只是一个误会，在场学子们都可以作证，请助教明察。作证？好，那你们都说说，这究竟是误会还是打架？助教，我们两个亲眼所见，杨子安和他们争执动手，大闹锄禾店。对呀，助教，我也可以作证的。信口雌黄，说他们信口雌黄。若是除了你们三人，还有5人能证明你所言属实，我便不罚你；若没有5人证明，除了你们3人，
站出来的人，一样受到作伪证的处罚，都给我滚出上医馆！我说了，这件事我一个人承担，杨助教何必连累他人？打架闹事，即刻开除，这是上医馆的规矩。我能因此退学是好事，若是他们也被牵扯进来，真是对不住他们了。助教，我证明。我也证明。唐学子倒是与他们关系要好啊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跟李新远住的挺好的，不想换人。多谢独孤学子。现在就你们3人，还差2个呢。你们读的圣贤书，就是教你们不辨是非、颠倒黑白的吗？猪肉贩子尚且知道半斤后腿猪肉就是半斤后腿猪肉，不会拿前腿充数，话糙理不糙。你们这些锦衣玉食的公子哥，就连猪肉贩子都不如吗？那这个学我不上也罢，不屑于你们做同学。第一，助教，此事与他人无关。你若非说是打架斗殴，也是我先动手。杨助教若是要开除，我自己走便是。第一，你们这些人，刚才吃蝶衣做的饭菜的时候，吃的是津津有味，现如今却连句真话都不敢说，你们好意思吗？我证明，我也证明，对，助教，既然大家都已证明，只是一场误会，那么惩罚也就无从谈起了吧。好，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好自为之！哼！哎，蝶衣，你看心远。心远，我看你每日拿着罗盘，你是会周易推演吗？爱好，略懂，略懂。哎，那既然略懂，不如给我算一卦，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娶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娘子。如何呀？糖糖，根据卦象显示，你今天有艳遇。今天？对。这会不会太快了？心远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以后我可就叫你半仙了。啊！哎，今天中午被这么一闹，这也没吃好，不如我们晚上去泥浆阁吃啊？好啊，没问题。哎，独孤学子，我们晚上要去吃饭，要不要一起？不了，我还有事。啊，不去吧。哎，杨学子，干嘛？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合适。我们打算去泥浆阁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我从来不去那种地方，你们最好也不要踏足。你看，我叫你不要跟他说。还真是嚣张，不去拉倒。走，我们自己去。我们先回去换衣服，随后出发。哎，对。哎，好东西啊！来，那个啊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。好。蝶衣，这儿。
想不到有一天我能大摇大摆的进这里啊！你们这怎么点的全是肉菜啊？我习惯吃肉。糖糖，你确定这里真的是吃饭的地方？废话，菜都点了还问这种问题？而且我们不光嘴上要吃饭，眼睛也要吃饭的嘛。半仙儿，你是上辈子是豺狼还是虎豹啊？这么爱吃肉？你管我？哎，人家跳得这么好，你能这么专心的吃饭？是跳得挺漂亮的，但我还是专心吃饭吧。从小宫家中的伙食都有专人负责，荤素搭配的。如今来了上驿馆，大部分都是素食，我一时尚未习惯。如今难得有一次机会出来吃，一定要好好吃一顿。是啊，来呀，来，快抓我！等会儿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姑娘啊，我没事。公子，我刚刚没有撞疼你吧，公子？姑娘大可不必放在心上，我没事。喂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往人家身上撞？多谢公子相救。公子，我刚刚实在是太冒失了，我真的没有弄疼你吧，公子？哎，我说你这女子啊，怎么这么不知廉耻啊？还上手了？爹，我们走。先别吃了，走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沈蝶衣。哎，蝶衣，别理他。我是韩玉儿。你可真是个半仙啊！说什么我有艳遇，有艳遇是蝶衣啊。可瓜县的确如此啊。你还乱说。原来他就是沈蝶衣。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。谢谢博士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诸位学子，稍等片刻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向大家宣布。虽然诸位已经开课月余了，但我观察到还有很多学子之间并不太熟悉。为了要让大家尽快的熟悉起来，以便能够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，所以我向祭酒申请，决定在本月15为大家举办一次聚会。既然是我们上驿馆的聚会，那必然要有一些别出心裁的游戏。我需要每人准备一份礼物，这个礼物不分贵贱，不分类别，不分材质。之后，我们将以抽签选礼物的方式，让每一位学子都得到一份惊喜。那这几日，大家就好好想一想，要选一个什么礼物吧。到时候在礼物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带到聚会之地便可。大家就好好期待各自的惊喜吧。终于有的玩了，这每日上课我都快无聊死了。就是啊，买礼物去。九华，你打算送什么礼物？哼，我要送的定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，所以不能告诉你，免得你模仿我。哎，蝶衣你呢？我还没想好。这每人喜好不同，要如何才能让每个抽签的人都喜欢呢？蝶衣，我觉得这礼物啊，若是刻意迎合，反而会弄巧成拙，用心准备即可，对吧，心源？糖糖说的对，所以我已经知道我要送什么了。是吧？不能告诉你们，不然你们就模仿我了。哎，还敢学我？你这个过来，过来，我打死你！过来，我打死你！站住！给我盯紧他们，听见了没有？是。蝶衣，你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问你好几次了不说。保密，这是我第一次送别人礼物，当然有精心准备了。第一次？那你之前送的橘子，不算是你第一次送的礼物啊？什么时候啊？你忘了？哎呀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在沈府，我坐了风车送给你，然后你非要给我回礼。
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个风车。这个风车好丑啊！这可是我亲手做的，已经做了好几天了。虽然有点难看，不过我很喜欢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既然你都送我风车了，那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。真的吗？你要送什么？帮我拿着，等着我。这不是挺好看的吗？迪迪，迪，够了，别再摘了，你快下来吧。嘿，这些橘子都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不过我还要留一个。你为什么还要留一个？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也喜欢吃橘子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那我再去摘。不要了，爬树太危险了，我们一起吃吧。你个胆小鬼！迪，你没事吧？你的病还没好吗？我的病是治不好的，我一定会找到很厉害的大夫，让他治好你。因为我还要娶你。谁要嫁给你啊？哎，好的，给你。呀！我要吃别你！抓住你了！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为我爬上了树，给我摘橘子吃，还不能全给我，说家里有一个朋友也特别爱吃橘子，要给他留几个。啊，还有100斤，对，彩虹，你说过，只要我摘了彩虹送给你，你就会嫁给我的，想起来了吗？蝶衣，你当真全忘了？对不起。好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助教放心便是，我们兄弟俩办事没问题的。是啊，助教，都在掌握当中。助教，好。哎，我准备的礼物你们都猜不到。诸位学子，今晚大家相聚在此，我作为上一馆祭酒助教，代表祭酒和诸位博士，敬大家一杯，预祝大家在上一馆学有所成。多谢助教。干！各位，我还有事要先行一步了。今晚大家在这里尽情吃喝，我会让店家提醒大家宵禁时间的。助教慢走。好，照顾好大家。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先听我说啊！今天呢，到了最关键、最激动人心的时候了，那就是抽礼物！抽礼物！来，大家都过来，兴奋起来！来！今天呢，这个抽礼物的规则它是相当的简单的，就由我弟弟随机的拿一个礼物，然后我随机的抽一个名单。念到名字的同学就可以来领取他的神秘礼物了。不知道谁会抽到我的礼物。来，第一个礼物，大家都看看，抽到第一个礼物的会是谁呢？期待一下了，看一下喽。哇，李密学子！恭喜啊！恭喜！这是明庆兄亲笔题写的折扇，好礼物，可以吧？哦，第二个会抽谁呢？哇，这个礼物看起来不错哦，都看一看啊！哇，唐九华！哎，恭喜啊！正方。
让本公子来看看是个什么好宝贝。张振邦谁啊？竟敢捉弄本公子！不就是昆虫标本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怕？我唐九华堂堂兵部侍郎的独子，怎么可能会怕这种小东西？糖糖，礼物都是心意，不要挑肥拣瘦的。他不是挑，他就是怕。好，我们第3份礼物了，就拿这个吧。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第3个礼物会是谁呢？哇，李希远啊！这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的志怪笔记，好宝贝，好宝贝。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就他吧。哇，这个礼物应该不错啊！大家都看一看啊，都看一看。我抽了啊，来抽。哇，长得很帅哦，独孤不雪。哦，恭喜恭喜啊！竹叶青，好酒，倒是和他相配。第5份礼物就他吧，沈蝶衣沈学子的礼物，哈，沈蝶衣的礼物。哎，我抽了，我抽了啊！我抽了，是谁呢？看一下，是谁呢？看一下了。哇，杨子安！哦，杨学子呢？杨学子呢？杨学子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便宜他个！杨子安，你为何把抽到的礼物扔地上？你分明就是针对我！杨子安，蝶衣的礼物我想抽都抽不到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教养？你们先别这样。蝶衣，你这里面是不是花？对啊，我怀疑杨学子有花粉症。花粉症？花粉症？从小就接触不了花粉，谁知道他有？杨子安，对不起，错怪你了。好了好了啊，没事了没事了啊，没事情嘛，没事的啊。下一个。好，我们第6个礼物了是吧？对，第6个礼物了啊。我们就说杨子安的礼物吧。好，杨子安，看看谁能抽到杨子安的礼物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好，抽一下吧。杨子安的礼物我抽了，来，我看看是谁呀？哇，好巧啊，沈蝶衣！恭喜啊！恭喜沈学子啊！接礼物吧！恭喜沈蝶衣、沈学子啊！陶渊明诗集，手抄版的五柳先生诗集，杨学子还真有心啊！抄的对不对还不一定呢。杨子安，你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？真是，真有辱斯文啊！就是，不像话了。五柳先生的诗集，怎么会有春宫图？杨子安，你平时欺负蝶衣还不够吗？居然准备了这么下三滥的东西，真叫人恶心。哟，春宫图都出现了。沈学子啊，看来杨学子是想带你到烟花之地吧？你说什么呀？你没看见吗？这沈学子唇红齿白的，没准是杨学子在跟他示好的。住口！污言秽语，伤风败俗，此图不是我的。我认为杨学子不会做出如此不堪之事，恐怕是有人在恶作剧了。明明就是你们，这有名字的。表白就表白。住口！这不是杨子安弄的。蝶衣。你们2个从入学开始就不对付，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。如今他送给你春宫图，你反而袒护他，难不成你们言语不合是假，暗度陈仓才是真的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信不信我打你？我说过，此图不是我的，我也没有拿来要送给别人。每个人的礼物都不知道要被哪位同窗抽到。就像他送的香囊，偏偏被花粉过敏的我抽到了，这也不能说明他是刻意为之。而我的手抄诗集，一定是被别人做了手脚。
这种种巧合，除非是有人刻意安排。不管是何人所为，上艺馆乃读书学艺、正生清心之地，容不得脏东西。我跟你们俩说啊，你们是不是属黄瓜的那么欠拍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小心遭报应。别乱来哦！我要告诉杨主教的喽！高啊，来啊！第一，你们俩还不快滚！你们别走啊！你过来！你过来！第一。你如此好勇斗狠，日后必定会因此吃亏。哼，有时候还是要退一寸。你好，杨子安，这倒真像是你们这种没吃过苦的公子哥才说出来的话。我看你一副要置人于死地的样子，不像个学生，反倒像个莽夫。你怎么不反省一下你自己啊？为什么上艺馆这么多学员，他们偏偏针对你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哇，这我懒得管你，你这个臭豆腐！哎，第一，杨学子，杨学子，我曾经在一本医文图鉴上见过一个方子，可以治疗你这种樱花过敏的病症。时间太过于久远了，我也记不太清楚了，我回去再翻找翻找。啊，这个病症从小便有。随母亲的，不必劳烦李学子，多谢。没事，找到方子我们试试便可。对了，杨学子，平时只见你读书，是否还有其他爱好？一棋。一棋？好啊，有机会我们切磋一下。我也爱好一棋。一定。多谢独孤学子。你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聊的？杨学子挺好的，你忘了他刚才白眼狼的行为了吗？叫我独孤便可。那你以后叫我依依吧。依依。哦，小明，小明。蝶叶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走。哎，你看那边有一家。您看看。哎，蝶叶，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？前面好像有玉。老板，有玉吗？公子说笑了。玉器贵重，我们哪里卖得起啊？不过我这有套上好的清酒茶具，公子来看看。糖糖，没事，看。时间到了，走！哎，我们帮帮老伯。啊，来来来。尔等都是何人？大人，我们是上艺馆学子，因聚会耽误了回去的时辰，还望大人放行。宵禁开始。任何闲杂人等不得在坊间逗留，你等速速离去。谢大人。谢大人。且慢，你不能走，拿下！武大人，请饶恕小免这一回吧。稍等，稍等。大人，这么晚了，他一大把年纪在这里卖货也不容易，都是生活所迫，您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吧。少管闲事！得罪了，大人。想造反？大人，我们不想惹事，只希望大事化小。对啊，武侯，我可以替老伯保证，只有这次，下不为例。武侯的职责就是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。若徇私舞弊，还要这律法何用？喂，你站谁那边的呀？长安开设东西两市，是专门货品买卖之地，其余街道坊间，尤其宵禁之后，不得擅自摆摊买卖。若被发现，没收一切买卖物品。违令者，则要下狱。
但可使钱赎罪。大人，老伯的钱我帮他出了，您就放他一马吧。人可以放，但是货必须依法没收。谢大人。哎呀，我的货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货都没收了，以后生计如何呀？老伯，先站起来说话，起来。这样，你明日到长安城内的杏花村酒肆，就说是沈家小主让你来的，他们会帮你安排杂役，虽然活不多，但至少可以管个温饱。谢谢，多谢公子。不客气，快回去。谢谢，谢谢。够意思啊，糖糖，这沈家小主是你朋友啊？朋友？你家的杏花村酒肆，你说这沈家小主是不是我朋友啊？哦，我忘了。如此结果，杨学子认为，算不算依法行事了呢？钱可通神，却不是法度所辖。但我们这么做，至少保全了老伯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就不要再吵了。现在都已经到了宵禁了，歌剧城门都已经关闭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上驿馆如今是回不去了，我知道一个好去处，随我来。走吧，第一。